中心的释小金讲法师，我是尊贵的赞度古仁波切的弟子。前阵子呢，我连续3个星期都跟大家介绍了关于多吉雄灯护法。那每一次在开始之前呢，都有特别介绍自己是尊贵的赞度古仁波切的弟子。那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是时候应该介绍一下我的上师尊贵的赞度古仁波切。那我今天主要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从今天开始吧，其实主要跟大家介绍关于我的上师他的生平故事。那这上师的生平故事呢，其实都已经记载在克奇拉媒体出版社所出版的赞度古仁波切生平故事承诺里。那这承诺呢，其实是2011年就已经开始，已经推出第1版。那英文版，那过后呢，分别也推出了中文版。那到了今天呢，已经算是已经推出了。去年这是2017年推出的，2017年推出的这个是中英文版，就是彩色的图文并茂的就是仁波切的生平传记。那中英文版，如果你喜欢2种语文你都擅长，你都喜欢的话，那这本是一个不错的一本书，相当厚的一本书。那这中英文版这是属于第4版，另外还有纯中文版，这是叫特别版第2版。这都是全彩的。那我从今天开始呢，会跟大家介绍仁波切的生平故事，其实就完全是根据这本书。那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书的封面。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封面呢，这个是属于中英文版，就是书里分别就是1页是中文，1页是英文的。那我手中拿着的这一本呢是纯中文版。那仁波切的生平故事呢，其实它包含了些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其实从2011年开始第一次出版呢。过后我们的出版社啦，就是仁波切的拉章啦，我们都陆陆续续的，其实还从一些其他的一些来源啊，包括4月的老僧人那里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仁波切的一些前世的一些故事。所以资料呢是越来越完善的。那仁波切的生平故事呢，其实大概分成，就早期的还没有包括他的前世，那最新的一版呢，就包括了他的历任前世。那生平故事呢，包括就是总共分成一个序加5个章节。那序呢，这是最新的一个我们刚最新加入的内容。那序讲的就是他的仁波切的许多前世，历经诸事。那第一章讲的是仁波切他在他的出生的一些故事和年幼时的一些故事。那第2章呢是写的是他前往美国之后的故事。那第3章呢也是在美国，那时候他开始就遇到了他的根本上师至尊颂仁波切。那第4章呢是后来他跟随，就是他去兑现他的承诺，到印度出家。那第5章呢是来到马来西亚。这简单来说呢，这本书就介绍了仁波切的整个生平的一个经历，从出生啊到目前，以及他的过去的一些前世。那仁波切的这一本书呢，我们还是很荣幸的在去年2017年10月18日，我们请到了第101任甘丹赤巴龙日南杰，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多杰雄灯修持者。101任甘丹赤巴龙日南杰为我们写序。所以甘丹赤巴他在序里面写呢，他说很高兴这次赞仁波切的弟子来到这里。他这样，赞仁波切我之前见过，我在甘丹东顶寺，也就是指的是甘丹萨济寺担任堪布时，堪布就是住持，曾经在寺院见过。他说的他之前呢曾经在甘丹萨济寺，那早期就是
在多杰雄登禁令之前嘛，那甘丹萨基氏其实还没有，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下甘丹氏，只是甘丹萨基氏，是因为禁令之后，才开始分出了两个寺院，所以当时仁波切在甘丹萨基氏的时候，这个101任甘丹赤巴就曾经有见过他。他说之后呢，还记得之后好像来过我法国的佛学会。那之后的确是仁波切的弟子曾经呢到法国去拜访过这个101任甘丹赤巴龙南姐。他说应该是来过一次，当时也见过面。这回在他弟子面前听了许多，眼里看了许多，耳中听了很多。总体为佛陀教法，尤其为格鲁派清净无染的教法。赞仁波切在住持、守护、弘扬3方面的事业都做得很好。这是甘丹赤巴就是他对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也就是我上师的佛法事业呢，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他讲事业也非常广大，我自心欢喜。现在仍然有持续进行的计划，也务必要做，特别要敦请仁波切按计划做下去。在此，我对赞都古仁波切的诸事业自行表达欢迎之意。那接下去的第2段呢，这个序呢，甘丹赤巴就说，他说他年事已高，因为甘丹赤巴他已经是92岁了。他说他体衰无力，有时候有些病痛。他讲这是轮回的一般情况。他讲生老病死之苦，所有人都有，情况相同，所以心里也坦然。他说，接下去就说，这里是我的住处，是我在法国的自宅，这里不是寺院，所以住在这里的时候，无法穿着全套僧服。穿着僧服时要系上很多腰带，有上衣和裙子的腰带要绑，身体很多疼痛，无法系上腰带，所以里面就穿着绵绵软软的衣服，但心中坦然。那这是一位就是一位老僧人嘛。那不好意思，那老僧人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德高望重的、很谦虚的一个僧人讲的话，就是说他对他自己本身当时没有办法穿到全套的僧服呢，就还是要特别交代一下。但是他觉得心中坦然。他说，赞都古仁波切还年轻，事业推展得很好，有计划继续承担教法之事。我也请仁波切继续承担。我现在讲的话，他们2个应该录了音。他讲的是仁波切当时就是前往法国的弟子，可以誊写成文字放在书里。我无法写字了，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特别要讲的，非常感谢，也很高兴。仁波切的事业做得很好，非常高兴。谨致谢成，吉祥如意。这个就是我们的101任甘丹赤巴龙日南街为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生平写的序，这是2017年的序。那因为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序，因为其实我们很有幸，就是有一个那么怎么说呢，那么伟大的一个上师，对佛法贡献非常多的一个上师，来为这本书写序。那这本书基本上呢，我们简单就是首先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说仁波切的整个生平嘛。那在他的书中的生平简介里呢，是有一个，就是科西拉媒体出版社的每一本书前方都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平简介。那我的分享呢，主要会以一个念出来的方式，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呢，我会跟大家解释。那生平简介，尊贵的第25世赞都古仁波切因擅长以超越传统的方式弘法而备受爱戴。他透过将古老的世界与现代人的文化、态度及生活方式产生联系，把具有2500年历史的佛法智慧带给了现代的心灵探索者。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你会发现仁波切每次在介绍他的，就是我们在网络上啊，或者在书籍上呢介绍仁波切的生平的时候，都有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他擅长以超越传统的方式弘法。那而且将古老的世界与现代人的文化智慧，将古代的佛法智慧带给现代的心灵探索者。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有上过YouTube 啦，或者是有到仁波切的博客看过仁波切的佛法分享的人，应该对这个就有一些感受。
那仁波切就他很擅长呢，就以自己本身就是说他深入浅出的把一些就是说我们平时看了觉得很艰涩难懂的一些佛法啊，他就会把它变得非常浅显的生活化，有时候甚至以开玩笑的方式啦，或者是就是很生活的一种方式，以现代人我们能够明白的一种方式，能够有所联系的方式来带给我们。那就整个佛法呢，就变得它不再是平面的，不再只是文字，而是非常的，就是说，立刻能体会了。比如说作为弟子嘛，跟仁波切这么多年，他的教法，他很多时候甚至是透过给你一项任务，那你在执行的时候，那就会开始慢慢去感受到他想带出的教法。那整个来说呢，我觉得仁波切的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完完整整的，表面上最初看不出来，但是其实都完完全全的是根据菩提道次第的整个精髓在进行着的。仁波切这方面是非常严格，但是因为他常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以很现代化的方式，有些时候如果不留意的话，我们还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而且，接下去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仁波切拥有藏族和蒙古族的血统，他幼年时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度过，随后到印度寺院接受密集的佛法训练，目前则是马来西亚克夏拉佛教团体的精神导师。这样的身世背景是造就他具有轻松贯通东西方文化能力的元素之一。仁波切透过开示将佛法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借此将古老珍贵的佛法哲理及修持法带给了21世纪的人类。这是他的生平简介的第2段。那仁波切呢，实际我们会逐渐介绍他的生平。仁波切的父亲是西藏人，母亲是蒙古人，所以他是藏蒙混血儿。那年幼的时候呢，有曾经在台湾待过，最初在台湾，后来在美国。至于为什么会去这2个地方呢，我们以后也会再分享。那在随后呢，到印度接受佛法训练。那从印度呢，再辗转的来到了马来西亚，所以就至今为止，在马来西亚已经20多年。那他也在马来西亚呢创办了克西拉佛教中心。那也就是因为有克西拉佛教中心，所以我才有机会，终于有机会去认识仁波切，并跟随他学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全职的一个佛法工作者。那他由于他的身份嘛，他跟一般的转世的一个喇嘛或者转世的上师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他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身世故事背景是比较坎坷的，所以他并不是我们并不是说那种含着金锁匙出世啊，金钥匙出世啊，就一出世就被接引到寺院去，所以他经历的他的故事是比别人复杂很多。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特殊的一种背景呢，从台湾到美国到印度再来马来西亚，他对于东西方文化都相当熟悉，对大家的一种习惯啊、喜好啦，他自己本身上呢也是相当的具备了两者的一个精髓，所以他对西方人说法，西方人也是很容易接受的，对东方人说法，东方人也能够接受。所以这是仁波切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好的一个弘法的一个怎么讲，这个叫先决条件吧。那第3段，自小赞多格仁波切就对佛法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也曾向多位当代伟大的西藏佛教大师学习佛法。他后来还远赴南印度，到目前未已过的甘丹萨基斯接受僧伽教育。那赞多格仁波切他从小呢对佛法有异乎寻常的兴趣。什么叫异乎寻常的兴趣呢？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会在将来在介绍仁波切的年幼的故事的时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那他曾经跟多位当代伟大的西藏佛教大师学习佛法。那什么叫当代伟大的西藏佛教大师？有哪几位呢？其实有好些名字，如果你熟悉格鲁当代史的话，那你可能就对这名字非常熟悉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至尊颂仁波切，那是他的根本上师。那其他的呢，以后我们再介绍。在其敬爱的根本上师至尊颂仁波切的建议下，仁波切在20岁初期就受戒为僧，加入甘丹萨济寺。仁波切跟甘丹萨济寺的渊源久远，他的其中一位转世是新建西藏甘丹寺的慈律祖扎巴坚赞，另一位转世班禅索南扎巴不仅是甘丹寺住持，也是第15任甘丹赤巴。那甘丹赤巴是格鲁传承甘丹法座持有人的意思。仁波切近代的2任前世根顿月达和堪珠图登兰三仁波切，也都曾先后在西藏的甘丹萨济寺学习，并在考获格西拉朗巴学位后，进一步到上密院深造。值得一提的是，班禅索南扎巴也曾经是上密院住持。那仁波切呢，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是很年轻了，20岁，他10多岁就认识了颂仁波切嘛。那过后呢，就到了20岁初期，他就从美国毅然的远渡重洋，来到了印度，就出家了，加入了甘丹萨济寺。但是他跟甘丹萨济寺呢，也不是今生才开始有这样子的缘分。其实他的历任前世，好几任前世呢，都跟丹萨济寺是有关系的。那其中一位呢，他其中一位转世，这个转世，其实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我在介绍多杰雄登的一些生平或者是他的传承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相当熟悉的。那其中一位转世是新建甘丹寺的慈律祖扎巴坚赞。慈律祖扎巴坚赞也叫杜金扎巴坚赞，他是宗喀巴大师的8大弟子之一。那另外一位转世呢，班禅索南扎巴。班禅索南扎巴是谁呢？他曾经是甘丹寺的住持，也曾经担任甘丹赤巴。这里有解释，甘丹赤巴是什么？甘丹赤巴就是整个格鲁传承甘丹法座的持有人。所以刚才写序的那个也是甘丹赤巴，那是101任。仁波切近代的2任前世，就是最近期的2任前世，是根顿月达和堪珠图登兰三仁波切。他们都先后曾经在西藏的甘丹萨济寺学习。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甘丹萨济寺呢，目前在印度的，其实是，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西藏，是西藏甘丹萨济寺。那所以目前在西藏呢，甘丹萨济寺还是存在的。那是仁波切所到的那家寺院呢，其实是印度的。那这2位他的前世，他考获了格西拉朗巴过后，还到上密院深造。那前世里面其实有一个班禅索南扎巴，之前也介绍过班禅索南扎巴。那班禅索南扎巴呢，也过去也曾经是上密院的住持。那至于关于这些转世呢，以后我会一个的分别跟大家介绍，所以这里只是稍微的提一提。那根顿月达，这是讲到近期的转世。根顿月达曾担任主诵师一职，是甘丹萨济寺的主诵师，后来被委任为第72任甘丹萨济寺的住持。第72任甘丹萨济寺住持。那另一位呢，近代的转世是堪珠图登兰三仁波切，他是将佛法带给西藏帕里地区的人民。那帕里是一个相当偏远的一个地方，是西藏的一个交界，所以他把那个当时这个堪珠图登兰三仁波切呢，就把佛法带给了一个比较佛法不那么兴盛的地方，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呢，跟他今世所做的其实是蛮接近的。那除此之外呢，这里还介绍说，仁波切的前世包括了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佛陀的弟子须摩提女、大成就者毗瓦巴、吞弥三布扎、藏王次松德赞、大成就者那罗巴、洛丹喜饶义师、热罗义师、释迦斯利巴达、布顿仁钦珠及萨迦班智达。所以这里列出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讲尊贵的第念武士赞图仁波切嘛，他过去呢记录有在文字有记录下来的转世，其实已经是25任了。但是我们所介绍的就是主要的那几位。到了这一世，赞图格仁波切仍继续在佛法尚未茁长的地区，无私地向许多在家人弘扬佛法。我们其实不难从仁波切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各种佛法活动中，
一窥其前世的伟大功绩和善行。所以仁波切其实一世又一世，如果说以后我们慢慢去介绍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世呢，他都在不遗余力的在弘扬佛法，比如说包括对佛典的一些贡献啦、收集啦、撰写啦、翻译啦，还包括其实近代的其实是一直到这些佛法没有普及的地方去弘扬佛法。在甘丹寺的9年期间，赞都格仁波切积极投入许多慈善工作，其中包括为印度的难民儿童建立学校，为僧侣建立宿舍及提高他们的生活素质，同时也为蒙过地区的贫困社群提供长期的援助。此外，仁波切也秉承着一颗纯然的利他之心和一贯的慷慨作风，继续回馈及赞助甘丹寺的各种工作及活动。赞都格仁波切以创新和富有吸引力的方式，不懈地向普罗大众分享各种取得快乐及解脱的新方法。目前常驻马来西亚的赞都格仁波切，透过他一手创办且蓬勃发展中的克切拉团体，继续努力为全球众生谋利。那这最后一段呢，讲的是仁波切在印度所做的。他其实在印度出家当儿呢，他除了在寺院就是研修啦、闭关啦，他其实也很积极的在投入各种的一种当地的一些贫困人民的一种福利工作。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还很多人还是记得他的。那这一个东西我们会在书的较后的部分再介绍关于他在印度的一些贡献。那其实仁波切的这种作风不只是在印度，其实在马来西亚之后呢，他也继续，其实而且这个事业是越做越大的。那通过什么东西来继续呢？那以后我们会再继续分享。所以这个是生平简介，就是每一本书克夏拉媒体出版社所出版的每一本书呢，前面呢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平简介，这几乎是统一的。那基本上呢，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介绍，就是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一本书。那明天开始呢，我会想跟大家逐一的介绍赞都格仁波切的他的过去，他的前世，就是在序里，就是书中的第一个，其实在第1章之前有个序叫历经诸事。那明天开始会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过去的一些转世世袭。在逐渐的，在每一任前世呢，他的一些生平故事呢，也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我现在可以先不用紧。好，不如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篇吧。那历经诸事的开始呢，首先讲的是觉者的传承法脉。他说，尊贵的第念武士赞都格仁波切来自于一个盛名显赫的转世世袭，此世袭最初可追溯至释迦牟尼佛时代。在多个转世之后，仁波切以宗喀巴大师的一位直系弟子的身份乘愿回来。宗喀巴大师是西藏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也被称为西藏的第2佛陀。通过对自身转世的完全掌控，仁波切如今又回到我们之中。他秉持纯净的慈悲和遍知的智慧，一心为每一个人带来福佑。尊贵的赞都格仁波切也是一名度固。度固是那些高正量者的转世，转世只为了能够利乐众生。他们透过承继前世的修行人物及分享佛陀教法来体现他们的慈悲。度固在护持和推广佛法方面扮演了显著的角色。在藏传佛教传统中，对于度固的鉴定与认证有着十分严格的标准。每一位度固都必须经过高僧大德佛教护法神的寺院官方神谕的认证。赞都格仁波切被多位高僧大德正式认证为转世高僧，其中包括了至尊颂仁波切、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和尊贵的冈坚仁波切。与此同时，仁波切的所有24世转世全都获得多杰雄登官方神谕。第7任庞龙固登
的鉴定和认证。那这个呢是关于就是讲这个杜固占杜固仁波切的杜固什么意思？那杜固呢，其实杜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有听说过，有些中文呢就把它译为主骨。其实不管是杜固或者主骨或者猪骨，或者可能有其他的很接近的一些音译，它其实它的来源其实它都是来自藏文出骨的音译。它这个藏文出骨呢，就是出骨、主骨或者杜固的意思呢，它原本指的它的意思是指化身。化身其实我们记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嘛，佛有三身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所以在这里的出骨，它的意思呢，原本是化身的意思。化身就是我们说过，就是佛他就是以一种能够更接近世人的一种方式，比就是我们众生所能看得到的一种肉身显现来出现。那基本上原本出骨的意思是化身。但一般上呢，就我们会听到人家讲哪一个主骨，哪一个主骨，哪一个主骨，讲的就是转世的修行者。因为那些转世修行者，他们怎么说？他们已经修行成就很高了，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呢，他们趁愿回来，这个叫趁愿的回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在投生转世，就是佛教相信，我们其实不断的轮回转世嘛。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转世，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转世呢，跟这些所谓的主骨的一个转世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是趁愿的回来的，他们是能够控制的，他们能够就是说，他们能够决定自己要转世到什么地方。而我们呢，我们的转世呢是受着业力的牵引，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下一世是转世为动物啦，或者是投身恶鬼道啦，或者是地狱道啦，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是完全受着我们的业力牵引的。那这主骨呢不一样，主骨它是能够发愿，那它是趁愿回来的。那在蒙古文里面，这个主骨我们可能常常听到，我们每次叫护图克图，护图克图，这也是这个主骨的意思。所以这些主骨，他们往往其实在他圆寂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他是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死。他觉得其实可能时间到了，是时候要离开了，要离开这一个肉身了。所以他们通常他们就知道了，他们会先给他们的就是当时的弟子了，或者身边的人了，他们会给一些线索了，给一些暗示了，就已经做了一些铺排，那就方便以后他的弟子再去找回他。有些时候呢，在涂皮的时候，在火化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征兆。所以通常这些就是这些修行者，就是这些主骨呢，他们在圆寂之后，有些可以很快，有些可能隔好一些时候，那就看弟子跟他的就是众生啊，弟子啊，跟他们的缘分，他们的业缘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这些弟子就会根据他所给予的一些线索和一些资料呢，就去找这个我们所每一次用俗称转世灵童，那其实就是找他的就是他的下一个转世。那一般上经过了，就根据种种的这些迹象，他们找到了这新任的转世者之后呢，还要通过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来确认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就是前世的某一位高僧。那通常他们会让他，所以透过他的言行举止啦，通常这些孩子，我们就用大家常用的一个名字吧，就是转世灵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称呼，他们通常对根据这个所谓的转世灵童呢，他的行为举止、他的特征呢，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转世灵童，他们很年幼的时候就显示出非常不凡的一些比如说记忆力啦，或者是他们对前世的种种是记得的啦，就很多这些故事，如果大家有去留意的话。所以而且有些很小就对佛法啦，对佛经啦，其实他们有过目不忘啦，或者甚至可以整篇念诵出来的这种能力。那在通常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情况过后，通常他好几位灵童，
他们就从几位里面呢，就找出最确定的一位。那有些时候不只是一位，有些时候可以好几位，因为其实我们生语义，就可以有不同的，就是同一个高僧呢，他转世他可以有好几个转世的。那通常他们会这样从几位转世灵通里面找出了一位，就透过给他辨认，比如说他的过去的使用的物件啦，包括念珠啦，或者他的法器啦等等的，就观察了辨认之后呢，然后再有一些高僧，就是跟他亲近的一些高僧过去认识他的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在格鲁呢，到最后呢就会透过加瓦仁波切来加以认证。那有些时候就通过一些护法，就是比如说像占都古仁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呢，他最后的一个确认其实是由官方神谕，就是怎么讲呢？就分别透过金甲护法了，他到最后他的总的转世呢，还是由多杰雄登加以确定的。所以其实要去认每一位转世，其实他的过程其实相当繁琐。那最后确认回了之后呢，还要去征求家长的，就是父母的一个同意，说能不能把他带回寺院呢？然后呢，再把这位转世者带回寺院去，从小就开始接受很严格的一个训练，然后再给他坐床了，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再长大过后再弘法，这是一般的程序。那住故，我这里讲到这个呢，我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大家常常搞错的概念。那对不起，仁波切什么意思？大家以为住故跟仁波切是怎么讲呢？是一样的意思，其实不完全一样。在藏文里面，仁波切的意思是叫珍宝的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尊称。那所以叫仁波切的未必一定就是那种乘愿归来的一个转世者。比如说我们常讲的就是叫看仁波切啦，那讲的是住持的意思，那是一个尊称，就是很珍贵的。所以仁波切跟住故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那至于活佛这个呢，这个字呢，但活佛这个字跟转世灵童是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一般人所熟悉的，就很容易辨认的、很容易记得的一种字眼。那其实西藏人并不是这么叫的，所以西藏人都会叫的比较具体，他们讲住故就是住故，仁波切仁波切。那还有另一个比较也是很多人搞乱的，就是叫拉玛。拉玛这个字眼是指的是上师，一般上指的是上师的意思。那有些时候我们都习惯以为拉玛就是西藏的圣人，那其实不完全是，它其实主要讲的是一个上师的意思。所以在讲到这个，就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几个字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差别。那今天呢，因为其实再接下去的内容可能比较多，今天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了，所以今天大概就做一个总的介绍。那明天开始呢，我会个别的去介绍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一些历任前世的一些故事。那应该今天估计相信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吧？我看一下。最近 Bust Adeline 最近出版是叫仁波切自传，这个不是，这个是过去的。那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那在结束之前呢，一样我们就做一个回向。那今天做一个藏文的回向。Sam Jong Rinpoche, Maki Panam Ki Yuchi, Kipanyam Pami Payang, Koni Kalepe Washo. Tony Dongwan Rinpoche, Maki Panam Ki Yuchi, Kipanyam Pami Payang, Koni Kalepe Washo. Laso Jini Sabaki Wadi, Danang Rowa Kunlagan Pandang, Chiba Jejun Losan Drapayi, Tambini Bundu Sao Shisha. Hewa Kunto Yadang Lamadang, Drama Chuki Polon Chaching, Sadan Lang Yuda Shwini, Doji Changi Gopan Yadosha. Hewa Di Nyoduda, Lama Sangiru Juni, Ruwa Chikama Lupa, De Salako Pasho.
toki je bojong kapa jojo na mabe wala ke ki changwa chiwa da toki malu sang wa sho da dang sengi du sun da jo cho nyala teni yo lo san da pa yi tama yong ba je ji ni mo je le ten je le ni me go yan de le shin ni da tu de le pe ko jo sungi jing lo ko jo sungi ngo jo ko jo sungi tra shi sho de so la ma ko se ra ten ji na ba chile cho ju ba ge ba da就在de so la ma ko se ra ten ji na ko chile cho ju ba da ge ba da cho cho da ge do chi ke ma da wa sho好，谢谢大家。